现代台语版圣经利未记26章，遵行诫命受祝福。毋通为家己做任何神像，毋通采雕刻的偶像，也是跳像，嘛毋通伫恁的境内按照像跪拜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你着守我的安息日，敬重我的圣所。我是上主。你若切实遵行我的规例甲诫命，我会照时甲恁落雨，互土地生产，互田野的树木结果子。恁修成五穀，要收到满葡萄的时，满葡萄要满到野种的时，佮恁会有美牛食到饱，伫恁的土地安居乐业。我要互恁四境平安，恁倒咧困，无人甲恁吓惊。我要将凶恶的野兽对恁的地赶出，搁互恁袂拄着战乱。恁要甲对敌赶走，因要死伫恁的道下。恁5个人要对赶100个，100个人要赶走10000个。对敌要死伫恁的道下。我要看顾恁，互恁生团真济，嘛要建立甲恁立的约。恁旧的美牛食枵袂了，就着甲伊徙走来收藏新的牛室。我要伫恁中间建立我的会幕，我袂厌恶恁，我要不时甲恁同在。我要做恁的上帝，恁要做我的子民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，有带恁出埃及地，互恁无搁做埃及人的奴隶。我捌讲断恁的担，互恁举头挺胸向前行。违反诫命受刑罚。恁若毋听趁我的话，无遵守我的诫命，弃杀我的规例，厌恶我的命令，无要实行我朗诵的诫命，违背我的约，我就要安尼对待恁。我一定要互恁惊吓，着喜乐热变，直到失明。人虽然恁野种无采工，对敌会甲恁的收成食了了。我要对恁变面，互对敌甲恁拍败，互怨恨恁的甲恁管辖。无人甲恁入，恁嘛要逃走。恁拄着这代志，若犹豫毋听趁我的话，我就要照恁的罪7倍责罚恁。我要将恁夸口的势力拍碎，搁要互恁的天亲像铁袂落雨，地亲像虫袂当种作。恁的劳苦着磨，拢要落空，因为恁的土地袂生产，树木袂结果子。恁行达若甲我作对，毋听趁我就要照恁的罪降7倍才会互恁。我要放野兽去恁遐，咬死恁的囝儿，吞食恁的精生，互恁的人口减少，落荒废。安尼，恁若犹毋受教来归向我，行达甲我作对，我嘛要甲恁作对，要照恁的罪7倍打击恁。我要互恁拄着战乱，报应恁背约的罪。恁若密伫城内，我要降瘟疫互恁，搁将恁交互对敌。我无要搁供给美牛互恁。迄时10个妇人人要公家用一个烘炉烘饼，照配给分互恁，恁食，毋过食袂饱。经过这代志，恁若犹毋听趁我，行达犹豫甲我作对，我就要发大受气，甲恁作对，要搁照恁的罪加7倍打击恁。恁的腰家食恁的囝查某囝的肉。我要毁坏恁的山头坛，破坏恁的香坛，将恁的身尸ฮ็伫受毁坏的偶像面前。我嘛要厌恶恁，我要互恁的城趴荒，互恁的圣所荒废。我无要骗恁的祭物的香味，我要互恁的地荒废，甲恁占领的对敌要因为安尼着惊。我要将恁赶散去列国，嘛要背刀追赶恁，互恁的地荒废，互恁的城趴荒。恁流亡去列国的时，
恁的土地要因为拍远得到安息，安尼土地就完全休困，享受恁住伫遐的时，无互伊会安息。恁中间所剩的人，我要互因伫对得的土地心内惊吓，连树叶互风吹震动的声，嘛会互因惊甲逃走。无人甲因入，因嘛会亲像在刀闪刀剑走甲跋倒。无人甲因对赶，因嘛会小客跋倒。亲像人要甲因抬，恁会互对得完全拍败。恁会对列国的中间消失，互对得的地吞灭。恁住伫对得的地剩落来的人，会因为家己甲祖先的罪衰微。毋过因若认家己甲祖先的罪，就是承认因有背叛我，甲我作对，直到我甲因作对，互因受了去对得的地。迄时因骄傲固执的心，若谦卑落来，甘愿受刑罚，我就会想到我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嘛会不时想到迄块土地。因放杀迄块土地，迄块地颠倒伫拍远的中间，享受安息。因甘愿为着家己的罪受刑罚，因为因弃杀我的命令，掩护我的规例。毋过因互对得掠去的时，我犹久无放杀因，掩护因，甲因完全消灭，直到违背我家己甲因立的约。因为我是上主，因的上帝，我要永远会记得我甲因的祖先所立的约。为着要做因的上帝，我互外族人亲目看到我将因对埃及地带出来。我是上主。以上这个是上主伫西奈山通过摩西对以色列人颁布的规例、命令甲教示。